屬臭啊！紅梨記嘅動機係乜嘢？大家知唔知道呢？而家我一一為大家細細道來。才華橫溢嘅唐滌生，善於因應演員嘅氣質同埋形象創作劇本，尤其是係響上世紀50年代，佢同任劍輝、白雪仙嘅互動，就成就咗無數感人嘅劇作啦。響1957年，佢就曾經自然受到白雪仙才華驅動而創作咗蝶影紅梨記，係因為之前佢改編咗《琵琶記》同埋《牡丹亭驚夢》之後，或者因為白雪仙小姐將趙五娘同埋杜麗娘演得非常之生動，使到唐滌生非常興奮咁響原曲選裏邊翻找再翻找，希望能夠再翻找到一位美人嘅倩影，再作仙姐嘅化身。唐滌生響創作《蝶影紅梨記》嘅時候，曾經記載咗自己深宵工作嘅細節，內容係咁樣寫嘅：聖誕假期，我在寒夜順手拈起枕旁的原曲選，漫無目的翻閱一下，翻至紅梨記時，忽然有謝素秋之名，下意識使我心波震動。如此偶合，莫非有神奇的推使？於是我推襟而起，把紅梨記細意的看。書裏的謝素秋似乎漸漸地活了，對我苦笑，對我嫣然欲哭，對我橫波含淚，似乎有着無限的辛酸。於是我決意改編《紅梨記》。哎呀，秀才，你尊重些。姑娘，你好似傻傻地咁嘅呢？係啊，我都覺得我而家係傻傻地。浪漫願何為花天自相得，情蜜是心也可變。小天曲雖有萬分靈，又幾見有結花似無情。麗回明那花徑，望舊那紅鸞命，再作那妙情。你因何淚交傾，好似杜鵑太說的，確是杜鵑太絕情。不疑物相思靜，非同睡了心靈。早知我已賣虛情，目對向素秋忘了情，無須恩怨，難難交永。有一首寄情詩，寫在圖紙上，傳遞在梅花館，並交在金馬城。佢話邪意的沙場，不過歸國女兒傷春之句，都多數係如此噶啦。我斷估嘅。哦，哭一句十溫情，只留得一分懷